一个较轻松的消息，一年一摆台北传统市场节要正式开始啊！要向前选出心目中天下第一的肉干。台北市市场内面有11间经典的肉干名店，要来拼第一。有人捧出这个手工的腊肠，有人提出干那一米呢，才爆这个肉纸，也是讲呢，规条这个肉干要拼趣味，嘛要拼好滋味。怎么有办法做到这么薄？切。 我来合一条薯条肉，跟麦当劳一样的。四方英雄，北方好汉，小在天下第一肉干位置。实在回年以来，占领大家胃肠的西班牙火腿，也是为南门市场来腊肠，让好食食客看甲是脆软插插丁。那有些常已经3年都没回来，我们最近观光客这一群非常的多。或者是为台北市场内的肉纸干，敢若0.1公分，薄甲会用的透光，一个刮椒敢袂用的透漏一个。 整完的腱子肉对不对？先冷冻一下，再用那日本的刀片慢慢切。现在这个纹路，很多年轻人不想做了。为什么？会工嘛。台北11间菜市仔的肉干店，不管你是老店家，也是新团人，拢会用的透过民众的投票，竞出天下第一的肉干王。 将配大甲放互令继续推，是公庙的咖啡，也是产业的煎饼，也有台北市菜市啊120间的熟食，让大家拣出心目中食食客上爱食的料理。疫情解封啊，嘴暗总算会用的透开啊，大家嘛用的开始享用美食咯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orld News 9。 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